嘅胡志豪老師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西西嘅方仔國啊。以下咧係年齡月嘅宣傳。好啦，年齡月咧，我哋咧就要考發聖人啦。今日咧，我就想同大家介紹一位我哋教會好重要嘅聖人。呢一個咧就係動物、商人以及呢個天主教教會運動自然環境嘅守護聖人，又係方濟會嘅創立人。佢就係冇錯啦，就係我身邊嘅呢一位聖方濟各啦。你唔好咁介紹我啦，我都係主內嘅一個小兄弟嚟嘅啫，我只係一個平凡、微末、一無所有、關主愛人嘅修道人。你太謙啦，方濟各！你身為一個富家子弟，你今年捨棄晒你自己所有嘅財富，又堅持去扶貧，又係歐洲最早嘅環保達人喎，主張徹底嘅非暴力，係倡議微末嘅心去服務他人。就連現任嘅教宗方濟各啊，佢都係用你個名嚟到去做封號，所以話你啊真係我嘅偶像嚟㗎。唔係嘅，我哋嘅偶像應該只係得天主嘅啫。好啦，我哋咧要學習捨棄，先至可以取得真正有價值嘅嘢喎。認清楚自己嘅微小，先至可以完全咁樣順從天主。自然係由天主所創造㗎，所以愛護自然就係稱頌天主最好嘅做法啦。好多謝你啊，方濟各！希望你以後咧都可以多啲嚟到我哋進強呢一度，同啲同學仔講多啲關於你嘅故事同埋事蹟啦。希望可以幫到大家。